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8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林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花莲马太安溪做大水，造成17个人死亡，7个人失联。今仔日有真侪人去救灾，却传出崩山湖过1楼，好加载只是个引水。今仔日教师节有大阵老师去教育部头前抗议反映导师互人滥散投诉，该检做导护超时工作的问题。今仔日万人收过日月潭，今年有超过24000人报名参加，包含来自35个的民众，也阁有130个新长者做伙来挑战。新闻头起先，咱来关心到今仔日教师节连假的第2天，花莲光复乡的灾区，同款是来自全台湾各地沙铁超人，也阁有野港超人拢聚集伫遐。当地也实施交通管制，敢若开放用行的，也阁有救灾机构会当进入市区，就是避免这塞车去影响到救灾。教师节连假第2天，透早花莲光复火车头，搁再有大量的志工出现，真侪人像遐讲，摕起石头啊，准备去焚毁站集合，展开清理的任务。目前马太阳溪崩山湖坝顶关度已经降到82公尺，欠水量剩600万吨。蓄水量大概变成了600万立方公尺，那比昨天减少了75万立方公尺。坝体人状况还是有土石，不是很稳定，因此今天仍维持红色警戒状态。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28透早9点最新的统计，崩山湖1楼目前已经造成17人不幸过身，阁有7个人失去联络，93个人受伤。搜救单位继续找失联者，也加强崩山湖四边危险地带的安全监控。为着应用未来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已经检讨也规划利用航空警报系统进行紧急的疏开甲撤离。我们也协调警政署、我们警察局这边来以海啸的方式来发布警报的声响。那当然，我们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也会循 CBS 这个国家警报细胞广播的方式来告知在现场执行工作的这些人员。为着确保救灾车会当行较真顺，光复乡的交通管制措施也进行调整。关道193线单向通行，敢若会当北平往南平驶。管制时段是透早7点到暗时8点。市区的道路管制，敢若允准行人甲救灾机构入去。因为我们永日的志工跟外来车辆蛮多的那如果来了这个外来的车辆，如果你不是救灾的，尽量不要进入市区停在外围，以免影响到救灾。行政院长到阳台中岛也去花莲前进协调所听救灾的情形汇报。后续按算会去看光复乡雨水下水道甲边仔沟仔接涂满的情形，也有光复爆花受损甲抢修的状况。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有缘有真侪人去到花莲光复乡的灾区，要来整理环境。伊毋过伫咧挖道时阵，煞传出这崩山湖又搁溢出来消息，引起大家惊惊。咱连续伫咧现场的台记者焦勇为咱来说明。时事报记者即马所在位置是伫花莲县光复乡的现场，拄则差不多11点50分的时阵呢，现场开始有弹警报声出来。现场所有的义工就开始为大型施工车辆，也就是民体的2楼、3楼开始做撇烂的动作。即马大家拢伫现场拢足平安的，无代志。根据记者的了解，即届的警报是因为第9号船署因地顶面伫地山顶做引流的动作，目前是对平地者是无危害。嘛提醒即马要过来花莲光复乡遮做义工的朋友做提醒即马义工非常的多，所以过来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家己的安全。对这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头拄只大阵民众拢赶紧要来撤离，就惊又搁做大水走袂赴。因过经过证实，这是河川署伫咧引溪水，并毋是崩山湖又搁1楼。林保署嘛伫咧现场继续咧监控马太安溪，目前并无危险的状况，所以请大家毋免惊吓，毋免青狂。也提醒大家，因为这崩山湖有关是维持伫咧红色警戒，呼吁伫咧灾区的民众都爱随时保持警觉，万不一真正听到单5秒、停5秒，拢总单9摆的海啸警报声，请爱保持冷静，赶紧来撤离避难。
继续来看到，进前一个6岁查某囡仔何文去互救到，伊的客古堡说是不幸来过身，即马高长公的遗体嘛已经互发现是冲去到美站大桥下骹。目前马太安溪做大水是已经确认到17个人死亡，也各有7个人失联。另外，昨传出伫咧台东的新武路溪，那像冇发生崩塌，好佳在并无变做崩山湖的危机。联保署人员坐直升机对空中来看这个台东南环公路新武路溪河道，因为27早起接到通报，讲新武路溪上游挖一个武乐区河段，敢若受到河花崩落来造成阻断。加在实地查看了后，溪仔水依然继续流出来，就并无形成崩山湖的危机，会继续来观察监测。因为这个花莲公路崩山湖1楼的东西区佛祖街4号位也继续有这吐水124个楼。嘉义市特殊队成员大家必须手搭肩架头，大家斗阵撩水过去。因为世纪联络4个月退休教授，伊住的所在就是医院和大水围掉咧，无法度接近。没入，有一个人就是没办法进去。对，没办法。我们目前还努力尝试要接近，对。不过现在目前还是水流太湍急，我们还是没办法接近。我们一定要全速把还在失联状态的乡亲紧速把他们找出来。民众伫美站大桥下面发现的男性遗体，经过指纹比对，确认是6岁查某囡仔小琪的客高长公。但无亲人转来，也有这4只狗仔。因的主人4楼阿嬷遗体，2楼是伫公福市场的单位互找到。厝边想到当时讲阿嬷先甲狗仔赶上2楼，再搁挖转去摕物件，却是伫跋倒了后就拢找无人咯。阿嬷是不是生前很爱狗啊？对，就是狗陪它这样子，已经都是水来冲倒，阿嬷爬不起来，它就被水流走。中央地方27派出超过300位人力甲90名替代役，也5只搜救狗9台无人机，配合重机械，全力要来找失去联络民众下落。拄着讲事节连假头一天，当地也有真侪家己早山跳来职工要来协助民众清理这厝内底烂土。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全高中调查，有要甲9成7个教师是要求停止无差别受理校园投诉的机制。今仔日教师节要大阵的老师去到教育部头前来抗议，反映老师互人滥散投诉，佮爱兼做导护佮超时工作的问题。教师节即天，老师家己对网络可能伫教育部大门的头前，双手举标语，选择用抗议代替庆祝。有教师筹备当中的全国教育法育保障协会，指控目前学术会议有3个乱象。赋予了这些调查委员过多的行政裁量权，他们行政便宜行事，我们调查跟裁判完全混合在一起。同一群人既是调查员又是裁判，试想怎么可能公平？一定老师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是不要再追杀老师了。所有认真的老师，现在其实真的都没有办法再安心的教学。有老师想到这个代志，目屎强要顶倒来。根据全高中9月针对11000名教师的调查，将近9成7要求马上停止无差别受理的校园投诉机制，8成以上呼吁停止完全无改善的校外导护，又有7成以上指出停止甲老师的欠假转互现场的超重点，一种超过工时的做事已经变作是真普遍的状况。不到解聘、停聘、不续聘这样的一个案件严重的，你应该不要轻易地启动任何调查，应该用一般学校的一个处理方式就可以了。教育部要在10月5号世界教师日之前，至少要先暂缓、暂时解决现场这样的一个困扰。针对真侪教育团体表达心声甲不满，教育部国教署人事室的主任詹庆辉出面接受认证书。不过，针对现场的问题是无加做回应，在警察的包围之下，就赶紧离开。教育部安怎解决教育现场的困境？第一线的教师有愿的等待回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受邀请去到波兰参加华沙安全论坛，也要来发表演说。另外，伫咧联合国大会，由8友邦出声来挺台湾。也毋过，即马立法院的预算中心是认为讲，明年度外交部的主管预算阁要增加，毋过咱的邦交国阁有甲咱支持的国家并无变较济，所以因感觉这条预算还阁要斟酌。
伫社群平台发文讲，正伫到波兰的行程中，外交部长林佳龙受邀请参加第12届华沙安全论坛，要以中苏全球民主供应链为题发表演说，希望未来台欧合作更加紧密。正拄到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进行期间，友邦是继续发声支持台湾。Taiwan's contributions in public health, technology, and disaster response are not partisan. To keep a door closed and cooperation in these domains is to take a risk the world cannot afford. Tuvalu holds the strong view that the UNGA Resolution 2758 does not preclude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system. 搁再讲到联大第2758号决议无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虽然已经有8个邦交国呼吁联合国应该接纳台湾，不过立法院有线中心最近指出，明年度外交部主管预算编列415亿，比今年度对交预算进程增列109.2亿。不过咱国近5年邦交国数量是下降，而且国际组织内底支持咱的国家数也无明显增加，认为经费资源无法有效转化，提升咱外交地位，应该就研来考量。这个外交部在一直提倡的在外交的一些这个能量跟能力，但是问题是我们看不到成绩啊。那请问一下，预算增加何来有之？用邦交国的数量在衡量我国，包括外交部同仁在外交上的努力成果，这是非常非常的落伍的观念。知影立委强调，立法院会开始监督预算，也未知道立委认为讲，对着中国一直打压，外交经费有所调整是合理的。外交部官员是讲，两岸外交预算差8倍，咱个有必要强化这个外交能力来应对。希小弟立法院审查时会详细来说明用途。记者郑华报道。出名的连锁健身房全真有甲健身最近是宣布讲，全台湾6个分店拢总被暂停营业，引起侪会员不满。台北市的法务局也已经收到超过700件申诉，展开行政调查。业者是承认讲，因健康等袂过，毋过也强调也未到破产或者是清算的天数。因为法务局是要求讲，要伫咧9月30进前提出营业计划，或者是退钱方案。在市道大店的会员伫健身房门口口等待，来自新加坡的连锁品牌全真有甲健身伫24向发出公告，全台湾敦南、高雄、天母等6个分馆暂停营业。不过又搁伫2天了后宣布，敢若是改变营业时间。像我是缴了3年预缴，我还有2年多结果现在台北几乎都停了，对，所以。不晓得怎么办。到27透早9点为止，台北市法务局已经收到738件相关的消费申诉，也展开行政调查。全真公司也坦白讲，因为资金的转税困难，地区薪水有欠，来造成场馆人力无够。也强调目前也未进入破产也是清算的程序，当咧积极争取股东资金的投入，实际去了解目前场馆的状况，是部分的员工无领到薪水，唔爱来上班，所以改做无够人客，敢若开放使用器材。我们是要求全真公司，它必须要在9月30号提出各馆的运营计划以及相关的退费以及赔偿消费者的方案。这个部分他必须要具体说明。法务局目前要求全真在期限内底交各分店的营业计划，若是停止营业，应该要提出相对应的退钱方案。阁有最近几天服务检测部分赶快提出赔偿的方案。因为全真即马有的会员会籍费、甲9年课程费，一直到10月为止，阁有2亿1200万欠伫会员的信托专户。法务局是要求永信银行慢请移转信托的财产。店内的包含像这些设备开始出现状况呢，他没有办法去更新，或者是店内有明显的这些防护人力的不足，那这个就代表公司在营运上呢，可能开始出现一些资金上面的缺口。高个进前，全真敢若透过公告表示，若做会员因为暂停营业，也是服务缩减，要停止契约，也是讨赔偿，会当写批去因的服务赔偿。国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总统 Trump 掠非法移民的政策引起暴动。那 Trump 搁再宣布讲，已经指示军方去奥勒冈州保护移民甲海关执法局的设施，避免受到国内恐怖分子的攻击，而且要授权军方会当来动用武力。不过当地民主党这个州长是拒绝派兵，也强调无叛乱的情形。美国总统川普27日社区媒体发文，表示要派出一切必要军队来保护和政府吞打的奥勒冈州、波特兰市，抑个任何受到反法西斯运动、
含其他国内恐怖分子围攻的移民甲海关执法局的设施。川普阁写讲，若总有必要，阁授权动用全部力量，毋过无做具体说明。民主党籍的厄勒公州州长马上拒绝部署军队需求。There is no insurrection. There is no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re is no need for military troops in our major city. 波特兰市市长是强调，无论是伫波特兰，还是其他的美国城市，所需要的部队数量拢是零，除非川普拍算家己制造混乱，派兵去因的市，完全是为着顶起联邦政府的武力。Again, I am so deeply disappointed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irresponsibility.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is may be a show of force, but that's all it is. 川普今年6月捌出动国民兵伫加州洛杉矶街头镇压，8月又搁伫华府部署国民兵，讲这个举动会重建法治、秩序，又搁公共安全。实际上，9月初，川普就捌表达对波特兰治安的不满，强调当地民众和强烈的左派团体受逼，对政府机构进行攻击。These are paid agitators. They get paid money by radical left groups, not radical right groups, radical left groups. And they get paid a lot of money. 我甲大厦无背回讲，川普是要对波特兰市部署国民兵、黑腰的部队，也是2种蓝做伙部队。干嘛表示已经准备好伫总统的指示之下，动员美军的人员来支援国土安全部伫波特兰的行动。德州达拉斯市2次发生针对移民甲海关执法局设施的抢救事件。美国各大城市因为川普激烈的移民打击行动，局势是愈来愈紧张。自从保守派的时事评论家 Kirk 9月中旬互断事了后，川普明显加重对因所讲的激烈的左派的打击力头，甚至签行政命令，宣布反法西斯运动是境内的恐怖组织。高市新闻警官强逼约。有台湾的民众讲起罗马尼亚租请假期赛，说是互当地警察抓落来，讲罗马尼亚无承认台湾，所以台湾的驾照无效。虽然当地是甲人放出来无代志，毋过警察讲要甲因的驾照送去中国大使馆。针对这个代志，咱外交部已经指示代表处，要爱维护咱民众的权利。一群人赛车要去匈牙利，就伫罗马尼亚边境，互警察抓来，要求全部人交出证件，佮拍开车厢，要求开行李，佮叫支援警力检求证件。最后警方表示，无承认台湾毋是维也纳公约内底国家，驾照非法免伫罗马尼亚赛车。他们跟我们说，罗马尼亚不承认台湾的任何的文件，坐他们的车到那个他们的办公室，就把我们统统带走了。虽然提出外交部公告，台湾驾照用伫罗马尼亚使用是合法的，不过也是被要求去警局。罗马尼亚警方表示，要将违法的驾照送去布加勒斯特交予中国大使馆，最后靠台湾驾照才被放走。在当地有亲戚真侪摆去罗马尼亚的台湾旅客分享，当地确实无承认台湾。伊每一摆入境的时阵，查验证照的囡仔会登伫另外一张纸，毋是咱的护照顶悬，而且就算是探亲旅游，护照也被检视真久。即使是有罗马尼亚当地人同行，但是我的护照还是会被警察收去看很久。那但是因为我们有当地人同行，所以他们只是再沟通一下说啊，对啊，我们是家人啊，怎样，然后我们只是来这里玩什么的，然后就会再还给我。以台湾的这个驾照呢，他们不承认的因素呢，把它甚至送到了就是中国大使馆。那这个其实呢，在整个情况来讲，它是一个偶发的一个事件。乒乓协会表示，罗马尼亚是东欧重要旅游地，咱不少旅行团拢去当地行程。评估即摆家己赛车被扣驾照应该是过限。外交部声明，重视民众伫罗马尼亚赛车互警方抓来甲扣驾照的事件，已经伫第时间指示代表处向罗马尼亚政府相关单位表达关切甲了解情形，全力维护咱民众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往来看南投，一年一届万人收过日月潭的活动，今仔日起过。今年有超过24000人报名来参加，包含来自35个民众，也阁有130个新奖者来做回来挑战。真侪受水的人一个落水，一年一度的万人收过日月潭伫礼拜举行，场面是真壮观阁热烈。
经由空中翕的角度来看，水面上长长一条拢是人，配合日月潭的湖水山色，真做真特别的景致。不少人为了挑战家己，就算透早爱对外观市出发，也是要来参加一摆。想说年纪已经有了，就来尝试一次看看吧。我本身是消防员，所以我们在里面有就是有一些游泳训练。官府讲，每受过日月潭的年龄限制是79岁以下，延过75岁到79岁的人，必须经由专案申请，除了要检附医师的健康证明，另外还有2个有救生员资格的人来专程陪同才使参加。因来今年参加的人也是历年来上多。总共有24736位的勇者报名，其中包括了来自国际海内外的35个国家。那同时呢，我们还有130位的身障朋友一起来这个参与活动。撞来撞去会有没有安全感，但是呢，你要突破你自己的难关。这摆参加游水的身体障碍者有130人，全部拢完成游过，也证明虽然身体有一寡不方便，不过意志能战胜一切。记者综合报道。今麦农历7月已经过啊，为着要来掠这个停留伫人间无离开的孤魂野鬼，台南的全台首一贯新风庙昨也来示警夜巡，吸引着民众去参观。新桥甲各种火车伫信众的包围之下向前行，场面真盛大。过了7月鬼门关已经1礼拜，台南全台首一贯新风庙拜六下晡宣布运警掠鬼。4点了后开始夜巡路祭，路线是有12.5公里长，庙方安排超过600人护驾，真侪信众是来接受新桥祈福。毕竟一暗的时间无法度巡伤远，所以讲一寡重点的路，也是讲较容易肇事的一寡较高事故的地点，阮才来巡扫安尼。府城观上风夜巡是伫逐年旧历7月了后的固定节期，是为着赶鬼祈福，由上风爷带队伫旧府城4个城门范围夜巡，加入被登去的鬼魂带登去也进行路祭。这项延续100年的传统节期，伫2002年11月和市府登录做台南市场民俗文化资产。就抓让御驾未归的，就路上很多群众在跟，蛮害怕的，所以也没有再多看。新桥半暝陆续登去到观世风庙，现场烧金纸、甲阴魂，带登去阴间。府城观世风夜巡除了有暗访夜巡、甲赶鬼祈福等等的节期，还有3年1个月公安道，互阴魂申冤。唔若吸引信众对新桥看生风夜巡，也互传统的民俗文化会当继续伫台湾流传落去。国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嘉义县大拿顶公所配合着乐龄学习中心，也阁有丰德基金会来举办高雅顶的制作课程，邀请着艺术家带遮的社区的老大人做伙来做高雅顶，准备要伫咧2026年嘉义要举办台湾顶会时阵来展出，或者老大人做伙来动手击头壳。将要用家刀豆豆甲旧的高雅顶来拆开，要为这当中找到可以当利用的材料。大拿顶公所的乐龄学习中心请艺术家开办高雅顶的制作课程，互社区的长辈会当为头到尾来参与制作2026年要展览的高雅顶。那我们把一些旧的一些灯笼的骨架把它做一个保留，然后再赋予它新的生命，然后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意为着要配合环保的观念，上课的老师用大拿顶公所7当前回收回来旧高雅顶来做修改。经过2个多月的时间，社区的长辈唔但学习高雅顶的制作过程，甚至阁会用 AI 来画图，展现因的创意。这个颜色，这个色底，其实唔是我主导的，是经过因的团队因家己开发，家己去构思，因嘛有先画图。我感觉今嘛，大哥大姐很厉害，甚至各有人用 AI，他用 AI 自己生成一个图。然后再上配色。因为这灯笼有没有？它就是不一样的那个动物，一个组合啊，一个组合体，然后也有故事性的。所以也创意性跟我们平常看到一个单一的灯笼是不一样的。丰德基金会表示，配合台湾灯会举办，顶公所利用社区的课程，让长辈会当有机会设计高雅顶，佮参与这当中的制作。长辈看到作品豆豆咧完成，这对因来讲，唔但是一种心理的肯定，嘛是一个真难得的学习体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道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30度至35度。
中部地区30度至34度，南部地区29度至34度，东部地区29度至32度，还有外岛地区28度至32度。咱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